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樂在旅途財經人頻道之快閃5分鐘。我諗大家商湯嘅股通股民都好期待緊我做呢一個快閃5分鐘啦。咁而家收咗市啦個股價定咗之後，再同大家做，我諗會係比較好啲嘅時間而家已經收咗市啦咁收報咧係1個8毫9咁呢個股價嚟睇，咁都其實維持咗喺中午一路到而家收市嘅時間，都係維持喺呢個價錢個附近1個8毫9之間咁跌咗大概係4%咁大家都知道啦，今朝早係全內咧對於股東嚟睇，好似一個噩夢咁樣今年第2次嘅配股，而上市以來嘅第4次嘅配股睇翻過去個歷史嚟睇嘅話，佢基本上咧都係過去嗰2年咧每半年配一次股講翻之前嗰幾次配股啦，咁一次咧就係6月27號咧24年啦，咁跟住咧就係12月嘅17號咧係上年嘅第2次，咁今年咧亦都係做咗2次，一次咧係7月31號，另外一次咧就係啱啱12月18號咁大家可以睇到就話半年6月份、7月份配股一次，12月咧再配第2次咁總共配咗係4次嘅見到呢個消息之後咧，我諗大家都會係比較擔心咧個股價咧會唔會係又再急跌啦咁但係亦都大家知道啦，咁過去嗰一段時間個股價咧已經由高位度咧好明顯咁跌咗落嚟咁而家咧係落到去1個9呢啲位置，今朝早曾經落到去最低應該係講緊1個8毫半啦，咁都冇失守咧係1個8呢一個配股價。再睇翻先前嗰幾次嘅配股咁做一個參考啦咁第一次嘅配股嘅話咧，就係6月27號啦，咁當時期咧就配股係1.2嘅，咁配完股之後都經歷咗一個低潮啦，咁曾經嘅股價最低落過去1蚊嘅，咁曾經係失守咗個配股價2毫子嘅。咁第二次咧就係12月17號嘅配股咧就係1個半啦咁配完1個半之後咧，今年嘅低位咧去過咧1個2毫4嘅低位嘅咁跟住咧就係去到咧就7月31號嘅配俾錢濤嘅呢一類呢一個股份啦，咁當時其實1個半係配股，最終個配股價咧係冇失守過，最低只不過去到1個5毫3就出現一個反彈，上到去2個9毫4咁今次咧又再配股咧，就係由2個9毫4一路落咗嚟，落到去而家呢個位置咧係1個8配股，咁相信再穿1個8嘅機會咧，就其實未必會係好大嘅點解會係落到咁低嚟配股咧？咁我諗相信咧都係因為投資者有咁嘅要求啩近排個股價咧一路係咁跌落嚟咁冇理由喺2個半嘅位置、2個3嘅位置咧配股咧就係1個8。咁折讓實在太大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咧個股價一路都係受到壓力咧跌咗落嚟，咁但跌咗落嚟咧去到咧挨近2蚊呢啲位置咧配股1個8嘅話咧，咁個折讓咧都唔會話十分之大，咁我唔相信應該想攞貨嘅呢啲嘅基金或者係攞貨嘅個財團啦咁都希望係以1個8呢啲位置咧係攞貨嘅。咁如果佢哋喺呢啲價錢係攞貨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就呢個位置嗰個支撐力咧都會係幾大嘅咁後市唔會睇得咁淡嘅尤其是咧佢今日咧就公布咗大曉機械人嘅發佈會咁個內容都相當之係豐富嘅，咁有差唔多成個幾鐘頭咧係咁講佢嘅產品，同埋咧邊啲公司會同佢合作嘅咁詳細嘅情況我諗聽日或者大家新聞度或者會見到咁但係我都會係喺星期六嘅呢個3點鐘真係做節目嗰陣時咧，會同大家再講翻呢一個重磅嘅發布，佢同有啲咩人合作。咁最主要咧就係同雨雪咧，同埋咧智源機械人咧係合作機械狗嘅，將佢個大曉機械人嘅大腦咧就擺上去佢哋呢個機械狗身上，咁就有好多嘅應用嘅場景喺度咁
等佢發布多啲消息出嚟咧，星期六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啊。咁我只不過想同大家講，今次嘅配股亦都係俾大家有個機會再買翻嘅嚇。咁無論你先前咧2.9啊、2.8、2.7、2.6啊2個幾沽完之後，而家2蚊樓下可以買翻，我覺得值得大家係可以試下買翻嘅。咁我同時間咧亦都喺今朝早咧喺一個8毫7嘅位置咧，又再係分注咁樣加咗注噶啦啊。咁希望睇下會唔會升翻啦，再跌落去個8，我又會再加嘅啊。咁詳細情況同埋或者係分析下過去嗰幾次配股有啲咩嘅唔同，星期六再同大家見面，到時見啦，拜拜。